政治消息来看到，民进党主席、总统当选人赖清德早起是去到立法院参加民进党新科立委共识行，要勉励这新当选的立委。然后国民党嘛提出国会改革方案，要求立法院的正副院长选举投票都要签名，总统嘛应该爱来国会报告。 民进党主席、总统当选人赖清德23早起到立法院出席民进党新区立委共识行，听取民进党新区立委各方的意见，表示未亲身劳之劳仪，或者是操盘，未来就任总统以及国会保持中立的态度。 赖清德致辞时也提出3点勉励：第一，要做国家政府人民之间的桥梁；第二，不忘初衷，专业问政；第三，要甲党团共同合作，推动国家发展目标。5望要上任的新区立委爱加读册，高鼓励家己已经伫立法院，将来都无去应酬，连唱卡拉 OK 都无去。有多届的经验的立法委员来去学习，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环。那所以这个共识云，同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承的一个机会。 2月7日，新区立委报道宣誓就职，选区的国会龙头选举也是重头戏。这时阵，国民党也提出5点国会改革方案。第一项就是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爱记名投票，甲总统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，正做常态，推动国会调查权甲听证权，制定标示国会罪等等。会邀请总统赴立法院进行国会报告、国情报告，而且要将它常态化。 进前，民进党提出4项国会改革主张，不过国民党这摆无确定立法利益回避的规范，加相关经费的使用。选区立院是不是拿白合？罗志强回应，政党主体性部分应付良性竞争，各自提出上好的法案达成共识，到底修法推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